有斜了感觉。哦，差点就掉下去了。我这个是按那个键的时候看不到了。好，按那个，这个上面键，那个上面。啊，对，切完几个？我那个我也是。耶，现在还没那个价？啊，有啊，一直有啊。哎，那个更好一点。现在卡了吗？没有。我没有。哎，我把那个。这个是谁啊？这三个人嘛，这三个都在一起啊，这两个，这来的好早。这人都比较少哎。以前7点50就开始跳，现在8点钟。网络有问题吧？卡了吗？卡了没有？哎呀，我的没办法了，看竖屏吧。竖屏没卡。05啊，是江村呢，还会蝈蝈。好像网络显示不准吗？卡不卡？我不知道。现在我这边显示反正不对头啊。我先拍吧，我就试看一下。8堂红补回来了，哎，是8堂红补吗？从上海那边有个红十字会的那个颁奖，从那边回来。高中的时候，他们就整个班上都在跳，原地萨马兹，这后面这个有点老的这个歌曲，小罗罗来了。江村应该是白花的蝈蝈，他的抖音名字叫江村藏装设计师，设计服装的。是第二个是罗桑，
第三个是去翁修，第4个小罗，这个算年龄比较大一点点的。还有一个叫泽镇拉姆在青海的那个没来，就是和那个扎西曲珍是一起的。这老胡兵，这个眼镜那次，这个是前天晚上吧？前天晚上他没有让，苏拉黑。本来那个女孩上班连成一片嘛，后来他又往前面走，这个他一直不让。后面上场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点点不愉快了，没事，后面就好了。巴唐乌姆他们去红十字会上海吧，去领奖去了。曲珍没看到，不知道曲珍去没有，我没关注一下。这个是吉宝，来的比较少。后面这2个没有问他名字。吉宝，吉祥的吉。货值比较高。还有好多没来哟。今天星期5，你看看团队才来几个人嘛？这男孩子有4个，后面是小罗1、2、3，才2-3个团队，才2-3个，男的来多一点点。这个小西西啊，麦吉、胡兵，后面的眼镜不认识，这个安少爷和后面那个是巴唐乌姆啊。靠，我都又卡了。巴唐乌姆肯定减肥了嘛，减了一点点。之前那段时间没怎么跳，长胖了，要找房子。哎，终于来了！刚刚说扎西曲珍，泽镇拉姆，好久没来了。扎西曲珍他手机坏掉了，那次他手机我都已经修啊，他直播不了，一般都2个手机。是蛇报恩了，这个不清楚，这个加现在我也看不到号以后，再等1个月加不加入加不。哎呀，反正估计是我跟他说以后肯定是朝这个方向，就在成都待着吧，然后加团队多好了。他本来在家里面也是全部在直播的嘛，在家里面也是全职在直播，没有上班的。他们也不需要上班嘛，觉得。那也不缺钱，为了他们。他在家里面会给那些网友带他去到处看羊啊、看房子啊。
咋个了？怎么了？哦，喂，在中南了，旁边是闸西取证，第三个是苏拉黑衣护士，苏拉的表妹，这两个，这是小西西和麦琪。出来了。把锅扎一个木，这一度拉左右。把锅扎一个木，这一度拉左右。夜里边就能沿着的拉桥松，把锅扎一个木，这个桥拉马哟，把锅扎一个木，这个桥拉马哟。一个木，这个小喇嘛哟。每都在那去，把锅扎一个木，每都在那去。除了公鸡的不，还没有那祖宗，把锅
又卡了呢。Cho
这都到不也比赛，这把都重要比赛，也因你那些有种，也因谁生的让走，这是爱。我觉得我扒了我应该瘦了3-4斤了，起码3到5斤吧。我觉得瘦的是不行，这个比较多。还是笑起来，我有点感冒了。太少了。到西边来，等这边来。什么样的走，把鸡们走路也啥的走，你见到个把猪肉的走，我这一点真是个做茶盘走，茶一走，我那什么，茶一个做我那走，不计较你不送人的走，把鸡们走路也啥的走，没见到个把猪肉的走。拿马来了。不知道咋回事有点卡。你看见另外的一个视频，另外一个频道，那咋回事又卡了呢？刚刚调了之后蛮好的，又卡了呢。王青感冒了。去跳义舞的是。我也要来，跟着你奔离，你的家。
人群出来了。卖狼臭，卖狼臭。这，他在看前面。卖狼臭，卖鸡。唉，有点郁闷啊，有点卡。但是竖屏不卡。竖屏在字幕上面右边 youtube.com/OKBY， 这个是一个圈 OKBY， 那个是老号老的账号，那我不知道咋回事。这个视频没有卡，一直没卡，就是人比较少，因为那个频道人少嘛，订阅人少。这是鸡宝，这后面那个是谁不知道，有点像玲玲，但是不像，玲玲没那么胖。玲玲是观世音菩萨那种脸，观音菩萨，观世音姐姐叫玲玲，陆雨玲嘛，她好久没来喽。哎，灯子来了吗？这跑哪儿去了？刚刚到啊。红修、扎西、秋杰没来，我以为拥挤今天晚上还没来，要来嘞，没来。我靠！我的竖屏又卡了，又开始卡了。刚刚说竖屏不卡，这现在开始卡了。呵呵。Hello， 现在卡吗？不清楚。噔，那么啊，哦，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是卖狼臭，卖鸡。现在卖鸡都天天都来，卖狼臭也天天来。小西西。为什么竖屏又卡了呢？
好死气，我没看到啊。安木多送信给大家做呀，所有都在济南妈妈处理呀，所有都我家所有必须呀，所有的山啦把你给我路呀。这个是人听错，不是你看错了，就是长得很像，非常像。
人、江西曲人，还有
卡得不得了，啥回事啊？想他就能比巴萨那，放得嘛爷爷没龙病，但都能给干中的谁你的那一点错哇哟，恰个罗比我卡萨那呀，巴得么雨我没罗莫的呀，大罗罗那比我卡萨那呀，你的那给我说完的哟呀，说的那就是多了哟呀，那是人的一个人的里呀，千里用神话呀那神看家就牵起了哟呀，那神看家就牵起了哟呀。多大国度，女人生的说呀，给这大人给我穷生的呀，他没不人家不人年的呀，说妈呀大路说完的错呀，天地上交通说给的呀。那在绿灯就处处看的呀，我要打个球中有你呀，我身上的那里落他呀，我身上的那里落他呀。想不出人来去参加自由口的没东西，自己那不做人真的所求不的大学长也有，说的你路。如果有你我马蹄呀，前路出我一人家的路呀，那做那刹那也都家的一呀，小哥都他那就他的呀，那也靠上了这个没东西呀，自己就当不着两个人。穷人的大人家的多呀，穷人的大人家的多呀。你跳个起码我就肯定天，肯定感冒天好了，真的多吃点哈，是不是？好快乐时间啊，9点了，我看了一晚上，今天看了一晚上，哎，看吧，这天意就是让不要让我直播，今天不看我来。我想了办法看一下，这两个比较高的嘛，问一下他们，要不要问一下他们？好像这几天他们都来，天天都来了。这条我今天戴帽子。玉珠唱的歌曲，今天唱2首，他其实唱了好多。以前在老家直播的时候，他唱歌啊，然后他不是登支连线那些嘛，但是唱的歌我没有听多少首，听的比较少。但是在那个晚上一般是聊天为主，反正他唱歌唱的也挺好的。都是能过3-5的，都是唱歌都唱得好。我靠，我的竖屏现在也卡得不得了啊！
这一年变化最大的就是吴京，他的舞姿完全变正常了。他以前跳舞就是只有他一个人会跳，其他人都学都学不会，学他的姿势学不会，只有他一个人会跳他的一种。哦，没有嘞，9点钟了。9点钟嘛。啊，可来跳一下。80岁跳的再说。这个角度就可以，因为左边那个光线那个光线污染比较严重。天就家的样样说把比你说老有几笔个在那说的比你老有几笔个在那说的比你哦，对你晓不差他就晓不。这些的卡巴索拉比吉，双击击中给都得了索拉比维，可也俺当没一索尼玛就索特朗真的更加索恰开哟，特朗真的更加索恰开哟，地皮索没东西比给那有错，娘们儿索卡地当当丘比城，他记索拉玛莫的比给顶顶的，吃喽。所家去配备的大同意，皮面都切里所哪有错？所娘们儿看地当他们所丘比城，他进来嘛莫比所点点所吃喽家去配备所大同意，吃喽家去配备所大同意。上的那同意说干上你，说干动的那身体说干同意，顶着的那是说我没给你，说家去中国的谁那送人家意，家去中国的谁那送人家意，这说那么用着一次情，我都说你那都一次中，然后说他这个亲密他干出家去。前面那么有多说一世界，说多多情把牛逼说一世这，人了看成真理说大家做，说也去中看的那说大理事，也去中看的那说大理事，也去中看的那说大理事。没有喽，还跳一曲吗？跳那个吧，就跳15，然后感冒就好了。多出点汗水出了就汗出多一点就好了，他感冒了嘛。王晶感冒了，我就让他多跳点舞，多出点汗就好了。
跳啊，去跳啊，马上完了啊，马上结束了。跳噻，7把5。今天男的比较少，只练3个，只练3个，都跳累的了，在旁边休息。4个，江春在前面，还有小朋友，还有四郎也在前面，江有啥？这我幕后头跳没来了，我幕后头跳没来看跳舞了。啊！要报番番吗？没得屁股，没得屁股。啊，不了，没跳够吗？敏感。哦，视频结束了，结束。9点12，跳了72分钟。你看现在就不卡了，哎呀，一跳完舞它就不卡了。你跳舞的时候就卡了好多次，网络一点都不正常。什么都结束了。故意的，这是他有故意的。那个充满了，充100%了。你看吧，现在网络也正常一点点，每次要结束的时候网络就正常了。那个有鬼啊！我想翻另外一个，要翻另外一个软件呢，另外软件呢，有那个画面也卡了不动。在那个黑五嘛，黑色星期五搞特价，好像是190刀左右。
搞活动价格都是将近200美元，190美元，没必要。本来也只能直播1个月了吧，1个月播完就不需要这个软件了，没必要续费。那个结束。我的这几转转的可以专业的嘛啊，几转转的。他是最专业的，他是最。啊，我这块，等一下我这转我也不晓得。掐个走吧。我就手冰溜，手冰的，是8、9度。差点。这个小朋友你看吧，1、2岁就跳。咱们收他当小徒弟，收他当小徒弟嘛。哎，记住了，
跳舞要从娃娃抓起。它是那种它颜色都是漂亮。哦哟，小朋友进来了，哎，3个在跳。跳舞要从娃娃抓起。还不服气啊？点点赞来，点点赞，兄弟们点点赞。啊，怎么办？我们2个都跳完了，唱歌。那咋办？他们2个跳完了。哎呀，这新的跳法。有些升级不是，他们有时候是叫，哎呀，就是像德国两姐妹有时间就帮忙，就专门跳舞。看一下。跳舞嘛，然后其他的就是自己去上另外的班嘛，兼职嘛。这个小家伙跳的有点好，小家伙一直在找我在这旁边。这是缘分嘛？呀，笑一下，脑瓜动一动。我们2个哎呀，这个给的强，我老人家啊。越跳越远了。他们2个在往里找到的。一转就够了。我
他在这里炫方便，我给他炫大字。干的。他说那个店叫方便嘛，我说我的发字好。放点可以啊。店叫真没办法和近郊比。Oh